伸手拍大腿，动作要正确。一大早，学生们还没上课，先来操场动一动。之前台南市过重肥胖比率居6都之冠，东区复兴国小放学后会有400名学生留下来参加运动社团课程。早上是先做马克操，然后之后休息一下跑800公尺。运动对身体很好，也可以让我这个身体非常苗条。从午餐的饮食、选择跟这个体育。社团的团队的囡仔的表现，各方面来协助囡仔，会当互伊得到较好的身体健康的发展。根据台南市教育局统计，国中小学生110至112学年度体位过重肥胖比率从29.45%降到26.51%，体位适中率更从62.34%微幅成长到63.75%。跳起16吨不落人后，教育局长郑兴辉带头做起，用规律饮食瘦了5公斤。台南一中的校长和老师则是靠着运动甩肉，每天骑飞轮，那不开冷气，就是在台南这么热的天气暴汗，同时控制饮食，所以半年多的时间减了15公斤，1年之间，我想应该有超过6、7位老师总共减了差不多快100公斤，就是加强健康饮食，那培养规律运动习惯，自我要求。那这一当落来，安尼我的体重减变到差不多8到10公斤啦。哈，这几年正推动学校健康促进计划，除了教学生健康知识观念，也培养运动习惯。市长黄伟哲明年也将祭出减肥奖励金，要让全塘城市变成健康城市。记者收台南报道。